对于货物包装，考虑货物的种类、尺寸、重量、易损性等特性，选择相应的包装材料和方式。例如，对于易碎物品，可以选择使用缓冲材料和防震包装，以保护货物免受损坏。选择铁路运输的话，可以考虑包装的耐压、抗震等性能，选择适合的包装材料，如纸箱、木箱、塑料箱、泡沫塑料等。考虑包装材料的强度、耐用性、环保性和成本等因素。正确标识和标签是物流包装的重要部分，在包装上标明货物的名称、数量、重量、尺寸等信息，并粘贴相关的运输标识和警示标签，以便于识别和处理。选择适合的包装方案，以确保货物安全完整地到达目的地。可以找到相关物流公司咨询一下货物运输